谁是东北第一猛虎？暴躁维嘉对阵董赤赤，东北一届拳王争霸赛，本以为是娱乐局，没想到他俩来真的，还干急眼了都。开局董赤赤就来了一记偷袭拳，维嘉瞬间蹦起2米高回击一记脑瓜崩，接下来就是火药味十足的擂台，一人耍一套还你飘飘拳，两人没有防守，全是进攻，挥拳如同雨点般。维嘉虽身高落于下风，但他凭着灵活性也能打得五五开，够不着对手就直接大跳。就这么说吧，如果不是规则有限制的话，估计第一个被抡倒的应该是裁判。最后8回合结束，以和为贵平局收尾。看表情，一个忍不住想哭，一个忍不住想笑。别问为什么是平局，问就是赛后双方剪辑师还得比一场。董赤赤的视频全是追着维嘉打，而维嘉的视频则是全是追着董赤赤打。其实谁输谁赢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网友们现在知道了，他俩不是为了流量装虎，而是东北娘们是真的虎。但话说回来，要是代拍那位没他防，估计第一的称号都不用争。